信望爱台语客语输入法是独立母字对老伙仔目，就是老花眼上优先，就是会当照家己视力的需要，设定字形甲大小。咱来看输入法装好了后，即个设定的位啊，咱甲拍开，内底有足侪设定。咱即马来讲即个选字通字形，即个所在咱先选字形，互我选标楷体，较好看。你若要标准的，也是车体，也是粗体，拢会使，就在你选。即个大小呢，一般的输入法拢设定伫12啦对我来讲是来，今年75岁啊即个老岁仔目，不遮严重所以设定做22真拄好。然后需要，甚至迄个法定的盲人，就是迄个半盲的人。你会当设定到72，72创好势了后，咱去设定，最后即个总设定嘛爱去设定，安尼就是咱来拍的时阵，就讲拍国家，即个选字通，直接就是看起来真爽快安尼